今日同大家分享一件真係臨門一腳，執起就大鑊嘅身邊事。各位街坊，平時行街如果見到地下有個銀包，或者有一沓金黃色嘅大牛500蚊紙，你第一反應係咪想行過去執起佢，諗住執到寶，或者好心想交俾差人？如果你真係咁做，咁你就中晒計啦。最近喺香港各大藥房同埋旺角、深水埗一帶嘅街頭，驚現一種專門針對老友記同埋老實街坊嘅奪命銀包碰瓷陷阱。有事主就因為一時好心或者一時貪心，執一執就當場被幾個人圍住，話佢偷嘢，結果要賠足幾千蚊先至除到身，差啲仲要變埋盜竊犯坐監。所以各位全港嘅老友記，或者平時中意行街嘅街坊，聽清楚啦，以後見到地下有銀包、有大牛或者有任何貴重嘢，千祈唔好掂。呢件事絕對唔係危言聳聽，係前幾日我一位住喺觀塘嘅老街坊，今年已經65歲嘅陳叔親身經歷。陳叔平時最中意去藥房買下藥油，買下維他命。嗰日下晝3點幾，佢行經一間連鎖藥房門口，當時人頭湧湧，大家都逼住買嘢。陳叔低頭一睇，發現腳邊居然有一個黑色的真皮銀包，仲特登露出了半張金黃色嘅500蚊紙，即係我哋俗稱嘅大牛。陳叔當時諗住，哎呀，邊個咁大意啊？跌咗銀包實好心急啦。加上佢自己今年都65歲，個人好顧家，好老實，於是就彎低腰將個銀包執起。點知佢隻手先至啱啱掂到個銀包，連打開都未打開，後面就突然衝出兩個30多歲、身材高大嘅後生仔，一把扯住陳叔條手臂，大聲叫道：喂，老爺，你偷我銀包！陳叔當場嚇到個心離一離，即刻解釋話：我見到地下有，想執起交俾藥房職員咋。但嗰兩個後生仔完全唔聽，好兇狠咁搶返個銀包，當場打開，然後好大聲咁話：我入面原本有6張大牛，即係3000蚊現金，仲有一隻價值8000元嘅名牌金戒指，點解而家只得返3張大牛？戒指去咗邊？你係咪將我啲嘢收埋咗？你呢個死老千！陳叔聽到一頭霧水，佢連銀包入面有咩都未睇過，點樣拎走佢嘅嘢？但嗰兩個後生仔越叫越大聲，仲引晒成間藥房嘅人過嚟睇熱鬧。當時藥房入面好多人，大家指指點點。陳叔活到65歲，成世人清清白白，從來未試過俾人當街話係小偷，塊臉當場紅晒，血壓升到頂點。最絕嘅係呢兩個後生仔仲話：一係你而家賠返無咗嘅3000蚊同埋8000元戒指錢，合共11000元；一係我哋即刻報警告你盜竊，橫豎呢度有藥房閉路電視，影住你彎腰執銀包，你走唔甩。陳叔當時真係驚到六神無主，全身發抖。藥房嘅職員又唔想惹是生非，只係喺旁邊睇，冇人幫手出聲。陳叔身上冇咁多現金，最後對方仲夾硬帶佢去附近嘅自動櫃員機，話如果你唔提款，就即刻將你送去警署，等你坐返幾年監。陳叔因為驚得滯，又唔想臨老入花廳，影響到自己啲仔女，最後喺冚錢機度提咗5000元俾對方，對方先至肯放佢走。陳叔返到屋企之後，越諗越唔對路，血壓高到要食藥，最後同個仔講返呢件事，個仔一聽就知道呢個根本就係依家喺全港各區死灰復燃嘅奪命銀包碰瓷黨。其實呢種手法背後有極之精密嘅心理計算。點解佢哋要揀藥房門口？點解要揀老友記落手？今日我就同大家拆解呢個局，等大家以後行街嘅時候，隻眼可以放亮啲，唔好再跌入呢啲無底深潭。首先，呢班騙徒通常係2至3人一組，分工非常明確。一個人承擔放利嘅角色，通常會揀一間人流極多、環境相對嘈吵或者通道比較狹窄嘅藥房。佢哋會故意行喺你前面，或者趁你睇緊貨架上嘅嘢食、藥油時，神不知鬼不覺咁將一個裝有少量偽鈔或者根本係空嘅銀包丟喺你腳邊。為咗吸引你注意，佢哋會特登等個銀包半開，露出少少假嘅大牛或者青蟹，等你一低頭就見到。
第二個角色就係目擊者兼同黨。當你一彎腰執起嗰個銀包，呢個同黨就會立刻衝出嚟，甚至會用手機拍片，大喊捉賊。佢哋會用極其惡劣、強硬嘅態度去震懾你。心理學上，當一個人喺公共地方突然被大聲指責係賊嘅時候，正常人嘅第一反應通常唔係憤怒，而係極度嘅羞恥、恐慌同埋腦袋一片空白。尤其是對於已經60幾歲或者70幾歲嘅老友記，佢哋最顧及面子，最驚名譽掃地。一聽到對方話要報警，要全條街知，要坐監，老友記嘅心理防線就會瞬間崩潰。更可惡嘅係，呢班碰瓷黨非常識得利用法律漏洞。佢哋會同你講，藥房嘅閉路電視影到你執銀包嘅動作。喺法律上，如果你執到其他人跌嘅財物，而你冇即時尋找失主或者交俾警方，反而擺入自己袋，或者表現出想帶走嘅意圖，確實有機會觸犯盜竊罪。喺香港法律入面，呢個叫做以非法手段挪用他人財物。騙徒就係利用呢點，將你一個好心或者無心嘅舉動，無限放大成刑事罪行，嚇到你以為自己真係犯咗大罪。大家試諗下，一個普通老人家，平時連交通違例傳票都未收過一張，突然之間被兩個兇神惡煞嘅大漢圍住，話佢係盜竊犯，仲話要拉佢去坐幾年監，有邊個頂得順？為咗息事寧人，為咗買個平安，好多老友記都會選擇私了，將自己戶口入面嘅棺材本幾千甚至幾萬咁冚出嚟俾對方。呢班騙徒就係利用呢種花錢消災嘅心理，每次出動都屢屢得手。除咗陳叔呢個案例之外，我仲收到另一個街坊阿蓮嘅求助。阿蓮今年58歲，係一位家庭主婦。佢嘅遭遇更加入獄。嗰日佢喺旺角一間藥房幫個孫買奶粉，買完出嚟，發現自己買餸個手拉車上面居然夾住了一個粉紅色嘅女裝銀包。阿蓮當時好奇怪，以為係邊個大意漏低，就攞起個銀包，打算交俾藥房收銀員。點知佢先至轉身行返入藥房，就有一名自稱係銀包主人嘅30多歲女人衝過嚟，一把奪回銀包，然後當眾點算。個女人大叫：我入面本來有一條金手鏈，係我結婚10週年嘅紀念品，價值9000幾元，點解而家唔見咗？阿蓮即刻話：我啱啱先喺手拉車度攞起，完全冇開過。但個女人發晒狂咁喊，話阿蓮係賊，仲叫埋附近2個同黨過嚟，將阿蓮圍喺藥房門口。最卑劣嘅係，呢班騙徒見阿蓮係個女人，容易欺負，居然威脅要當街搜佢身，仲話要扯開佢個手袋。阿蓮當時驚到喊，因為成條街嘅人都望住佢，好似佢真係做咗無恥嘅事咁。最後，阿蓮喺極度恐懼之下，迫於無奈將身上準備用嚟交電費同埋買餸嘅3500元現金全數交晒俾對方，對方先至肯然離開。阿蓮返到屋企喊足2日，覺得自己受盡侮辱，到依家都唔敢再去嗰條街買嘢。睇到呢度，大家係咪覺得呢班碰瓷黨真係無法無天？點解佢哋可以喺香港咁多間藥房、咁多條繁華街道橫行忌憚？原因有幾個。第一，藥房門口通常係監控死角，或者人流太過密集。就算有閉路電視，往往只能影到局部畫面，例如影到你執起銀包，但影唔到銀包入面原本有啲咩。騙徒就係轉呢個空子，硬話銀包入面有幾千蚊現金或者名貴金飾，你根本無從申辯。第二，香港人普遍有一種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嘅心態。當街頭發生爭執嘅時候，周圍嘅路人多數只係圍觀、影相，很少有人會主動行上前幫手主持公道，或者幫忙分析係咪騙局。呢種冷漠嘅社會氣氛，無形中成為了騙徒嘅保護傘，令佢哋氣焰更加囂張。第三，老友記對於現代街頭騙案嘅手法缺乏認知，好多長者嘅思想仲停留喺幾十年前，以為世界上真係有咁多大意嘅人跌銀包，以為自己做好人好事實無事。佢哋完全估唔到，依家嘅犯罪分子已經將人性的善良變成勒索嘅工具。既然呢個奪命銀包陷阱咁恐怖，
我哋平時出街到底應該點樣防範？如果真係唔好彩，遇到好似陳叔或者阿蓮咁嘅情況，我哋當場又應該點樣應對先至可以自保，甚至將呢班騙徒繩之於法？以下有4個非常重要嘅保命守則，大家一定要記實，最好抄落嚟或者講俾家入面嘅老人家聽。第一個守則，亦係最重要嘅一條，雙手放後，絕對唔好掂。以後大家無論喺藥房、條街道、港鐵站，甚至係公廁入面，見到地下有任何銀包、名牌手袋、一沓現金或者名貴電話，聽我話，當睇唔到，千萬唔好一時心軟，諗住執起交俾邊個，更加唔好有一時貪念，諗住執起發筆橫財。喺依家呢個時勢，地下跌落嚟嘅唔係餡餅，而係陷阱。只要你隻手唔去掂佢，你就完全冇任何法律責任，騙徒亦絕對冇辦法賴落你度。如果有老友記話，我真係好心，見到人哋條銀包跌咗，驚俾衰人執走，我想幫手，咁點辦？好簡單，你可以用口叫，你可以對住周圍大聲喊，喂，邊個條銀包跌咗喺度啊？或者直接同藥房嘅職員講，喂，你門口地下有個銀包，你哋出嚟處理下。總之，你個身體，你隻手，連1秒鐘都唔好去觸碰嗰個銀包。只要你唔掂，你就立於不敗之地。第二個守則，如果已經執起咗，千萬唔好私了，立刻大聲報警。如果你未睇到呢個分享，已經一時大意執起咗個銀包，而對方亦已經衝出嚟圍住你，屈你偷嘢，記住，千祈唔好因為驚或者因為要面子而答應俾錢私了。你一旦俾咗第一次錢，佢哋就會覺得你係一隻好蝦嘅肥羊，可能會逼你冚更多嘅錢。呢個時候，你一定要保持冷靜。對方話要報警，好，你就順佢意思，你自己親自攞個電話出來撥打999。你可以用比佢更加大聲嘅聲線，向周圍嘅路人宣告，我依家懷疑遇到街頭碰瓷黨，我已經報咗警，請大家幫手做個見證。大家要明白，呢班碰瓷黨本身就係作賊心虛，佢哋身上可能背負住其他案底，或者根本係非法入境者。佢哋最驚嘅唔係你，而係差人。只要你態度強硬，表現出完全唔驚報警，甚至主動打電話，呢班騙徒通常會揾個藉口，好似話算啦，當我倒霉，然後迅速逃離現場。因為佢哋知道，一旦差人來到，查起上嚟，個銀包入面根本冇佢哋所講嘅金戒指或者幾千蚊現金，佢哋反而會因為報假案或者敲詐勒索而被捕坐監。第三個守則，善用身邊嘅科技，尋求公眾協助。如果被圍攻，而你當時好驚，手腳不聽使喚，你可以大聲呼喊藥房入面嘅經理或者經理，要求佢哋保持閉路電視錄像。同時，你可以向周圍睇緊熱鬧嘅路人求助，大聲話：各位街坊，呢2個人屈我，請幫忙用手機拍片留證。喺香港，群眾嘅力量好大。一旦有人開始攞部手機出嚟拍片，騙徒就會產生顧忌，因為佢哋嘅容貌一旦曝光，放咗上網，佢哋以後就冇得喺呢一帶混落去。所以，利用群眾嘅目光同埋鏡頭，係對付街頭騙徒嘅一大武器。第4個守則，做仔女嘅一定要多加提醒長者。好多時候，老友記被騙，係因為佢哋同社會脫節，資訊不流通。做仔女嘅，平時返到屋企，唔好只係玩電話，多啲同爸爸媽媽、爺爺嫲嫲傾下計，將依家社會上流行嘅騙案手法，好似呢種藥房奪命銀包陷阱，仲有之前嘅電話騙案、猜我是誰等等，用聊天嘅方式講俾佢哋聽。你可以同佢哋講：阿爸、阿媽，依家出街見到地下有錢唔好執啊，費事惹禍上身。老人家聽得落仔女嘅說話，心入面有咗呢個防備意識，當佢哋真正遇到突發情況嘅時候，就會諗起仔女嘅叮囑，唔會咁輕易被嚇到貼服，貼錢買平安。講到呢度，我真係覺得好痛心。香港本來是一個治安良好、人與人之間充滿信任嘅社會，
以前我哋細個嘅時候，老師同父母都教導我哋拾遺不報係唔啱嘅，執到嘢要交俾老師或者差人。但依家呢班無良嘅騙徒，竟然利用市民呢種最原始、最珍貴嘅善良同正直，去設局陷害人，將一個好心人逼成一個驚弓之鳥，甚至逼到要破財擋災。呢種行為唔單止係呃錢咁簡單，佢更係破壞緊整個香港社會嘅信任基石。長此下去，當大家都驚咗、冷漠咗，第日如果真係有老人家不小心跌咗重要嘅藥物，或者全個月嘅生活費，條街道仲有邊個敢伸出援手？大家只會行過路過，當睇唔到，因為邊個都唔想自己變成下一個陳叔，邊個都唔想自己好心無好報，反而要賠幾千蚊兼背上罪名。所以，我哋今日必須要把呢種惡劣嘅手法廣傳出去，等全香港嘅市民，不論係後生仔、家庭主婦，定係各位老友記，個個都心中有數。當騙徒發現全港市民都精明晒，見到銀包都雙手放後絕對唔掂，或者一開口就話即刻報警，佢哋呢套碰瓷招數自然就會失靈，無所遁形。最後，我想再次呼籲各位正在睇緊呢個分享嘅街坊，特別係我哋嘅老友記，記住，你活到呢個歲數，咩大風大浪未見過？千萬唔好俾呢啲後生嘅街頭無賴嚇親。遇到事情，最緊要係冷靜，你冇做過，冇偷過，就一文錢都唔好俾，挺直腰骨，大聲報警。大家行街嘅時候都要互相照應。如果你喺藥房或者街頭見到有老人家被幾個大漢圍住，神色慌張，請你唔好只係做個冷漠嘅路人，行前一步問一句：老人家，發生咩事？使唔使幫你報警？可能就係因為你呢一句說話，一個正義嘅舉動，就可以幫到一個無助嘅長者免受精神虐待，幫佢保住佢辛苦儲落嘅血汗錢。希望大家可以將呢個重要嘅資訊分享俾身邊所有嘅親戚朋友，特別係家入面嘅長者。多一個人知道，就少一個人受騙。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希望大家出入平安，精精明明。我哋下次再聊。